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丰工科技大学原住民的学生，最近录一个防疫的影片，用阿美族、用排湾族等等，几啊种原住民的语言，要来提醒到部落的居民，都要小心来防疫。嘛，透过这个影片，把因的族语来生活化，分享给大家来了解。Samabahan Ami Pedas Ingoso。 影片内面这个女学生用阿美族的话教大家安怎挂喙暗，嘛提醒大家要入进前嘛爱洗手。丰工科大原住民学生用阿美族、排湾族等等真侪原住民的话提醒部落内面的士大爱注意防疫。Dala ayau a misalong tu tamukis i kamunanau ho。这段族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脱口罩前要先洗手，没有压住鼻梁啊，或者是把口罩拉下来，就是会增加一些感染的机会。借由用那个你们知道的知识哈，然后跟那个长辈做一些互动，把它翻成族语，也让长辈更清楚。 用罗马拼音一字啊一字慢慢啊学，强迫家己讲族语。透过这摆机会，伫影片内面将族语生活化，和部落的士大真感动。就开始分享给他们的亲朋好友，然后阿公看到了也是很开心。这动物除了希望有防疫效果以外，嘛希望有一天会使用族语，甲部落内面的士大开讲，将原住民的语言传落去。